大家好，我是谢雷。今天我去种植牙复查，去年3月份种下去，到现在1年半了。今天去看看这个机台和我的骨头长得怎么样。自从我种牙之后，就有很多粉丝私信我说，这个种牙为什么这么贵，这个价格降不下来。我们老百姓的想法是，为什么成本几十块的一个东西要几千上万的卖给我们？而且前阶段医保也去谈了，现在好像价格也下来了，但是仍然要4000多，好像4500块一颗吧，远远没有达到我们老百姓内心的这个价位，究竟是为什么？但是小刘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，因为我经历过一次种牙，我认为4000多这个价格应该说不算贵了。如果看我视频的朋友正好有需要种牙的，1分钟我给你讲明白。这个种植牙你要说它的成本也许真的不高，很多人都是做牙齿的，很多出厂价只有几十块，大家心里都清楚，我算它50吧。那么我们老百姓的想法是什么？最好他卖我100块，对吧？这样你赚一半已经很多了，你凭什么50块的牙齿要卖我4、5千？但是大家要知道，你种一颗牙至少要往医院跑大概4、5次，加上我今天复查应该是要6次，每次都有一个主治医生加好几个护士围着你服务，可能一次都要个把小时。那么我就算你种一个牙要去5次医院，每次有4个医生给你服务，那是不是就是20个人工，对不对？难道这20个人工只值几十块钱吗？相信看我视频的粉丝很多也是已经父母，有些已经是爷爷奶奶，你们的子女当中也有做医生的，甚至是医学生在读大学。培养一个医学生是多难，比普通的大学生要多读好几年，有些医生甚至要到30岁才刚刚开始工作。作为父母，难道不希望子女出来能够多赚一些钱吗？在岗位上。所以我认为医生多赚一点完全是可以理解的。那么首先是这20个人工的钱，再一个地方的水电煤，这肯定要算在里面吧，房租是不是？而且现在种植牙那么多牌子，是不是还要做广告？所以说当你把这些都加上去之后，种一个牙你说几千块贵不贵？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已经在大家的心里了。现在出发。1年半没来，这里多了这么多锦旗，人比较多，先坐一会儿。拍片了，终于到我了。孟院长，好久不见。朋友们看，这就是我种的那个牙齿，1年了，在这儿。孟院长，你看看怎么样？骨量维持得非常好，应该是灵骨的丧失，口腔意识非常好。到家了，检查下来非常好，因为我年纪轻啊，现在是100%契合，就是和自己的牙齿是一样的。我相信好好保护的话，你10几年、几十年用下去都没有问题。这个孟院长确实技术非常好，找他来看牙齿的有海南的，有东北的，有广东、广西的，各地的都有，都是坐了飞机慕名而来。当然，小刘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有一口好牙啊！希望你们永远都用不到种牙，无论怎么说，还是自己的牙齿好。朋友们，你都讲阿对。